个富有教育与传承意义的经典舞作《节外生枝》（Roots to Fruition），由编舞家杨宗儒老师与来自纽约的当代踢踏大师 Jeremy Kissman 联合策划制作，率领多位台湾顶尖舞者与乐手，精彩呈现踢踏舞100年来的演变与发展，以及现代多元艺术的面貌。欢迎收看今边福起来的海杂味。哇，刚看到个样片吼，踢踏舞，在你的印象当中还蛮盖嘞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踢踏舞是很帅气的，而且质感 quality 是很好的，特别是最后 ending 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气势啊是无人能敌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譬如说我们听到孙燕姿的《绿光》，最后那个当当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是重击你的心脏的感觉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不同的艺术团体，那这个艺术团体呢，又跟公益来结合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。那他们怎么样结合？他们又有什么故事呢？我们今天好好的跟大家聊聊。首先来欢迎的是逐梦五人的艺术总监杨宗儒。Hello， 谢谢，大家好。你係乜啥？我係楊宗儀。楊宗儀哈，歡迎。還第二位呢，就是啟智記憶訓練中心的公關長杜明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啟智記憶訓練中心的杜明君。歡迎兩位。好，這個其實哈，認真講起來，我其實跟這個楊總監已經有幾面之緣了，因為在之前的活動，在商業場就有碰到。他剛剛講，我才想起來，對，那個在舞台上發光發亮，我眼睛我 focus 在他身上的就是總監。總監以後，哪位他講贏啊？沒有力他講贏哈。剛剛有冇認認真真解釋他用自己的母語來講？哦，母語啊，大家好，我係苗栗，係來自於苗栗。苗栗東好嘅地方哦，歡迎大家接來苗栗了，來請來泡茶。為什麼留了2撇鬍子，我就一直覺得他很像台長啊？你知道我們台長？哎，你認識台長嗎？不認識。哎，那有機會讓台長來一下啊！唱給來看表演，一聽來看哈，唱給來看表演。另外一位呢，唐貢愛客家新婦，聽說是客家媳婦哈，你會一句客家話嗎？哦，我就會講東江。東江，台卡後總會說吧？台卡後。哦，都明君哈，你好。歡迎你們兩位來。我們先講一下剛才那個我們看到這個影片哦，這個集資的影片叫做這次演出的這個舞碼，可以這樣講嗎？作品名稱叫做《節外生枝》。這個節外生枝啊，其實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其實是比較負面一點點的詞哈，會特別用負面的詞來當這個表演作品的名稱。我覺得很好奇，為什麼要叫節外生枝？總監，節外生枝其實是一個負面的成語，但我們賦予它正面的意義。對，那為什麼呢？向泰嘎的劇場找答案。哦，那如果按照我這個主持人或者是我這樣看的話，我就覺得。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子的，什麼叫節外生枝？一般來講，我們通常會在正常的軌道運行，但是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你，然後你就往另外一個方向走。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，一開始說到的，一般來講，商業就是這樣子的表演，藝術表演還是得要有商業的一些 support 才能夠生存下去。但是我覺得很棒的是，你做的是公益，我就要回到這個明君的身上哦。這個明君，這個記憶訓練中心，啟智記憶訓練中心，你在那邊待多久的時間？哦，其實我是103年才到這個機構。對，那其實這個機構蠻
历史悠久的。是。它民国66年就成立了。哇，66年呢！今年11月迈向第40周年。40周年啊！对，没错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那当然现在这几年因为媒体发达了嘛，我们才可以知道很多社会上很多的角落，大家都在做一些发愿或者是善心的事情。我觉得常常有人说为善不欲人知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其实以现在的状况来讲，是需要更多人知道的。是的，40年的时间，你在那边待了几年？我应该是第3年而已。第3年，那我也很想要让观众朋友知道，这个记忆中心在做什么，训练中心在做什么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中心比较特别，是我们是1977年成立。那其实我们创办人李林树当初会创立这个机构的原因是，当初他是觉得看到他跟他教友到一个教养院去看他的孩子，就发现这孩子他以后是没有地方去的。所以他就觉得说，我应该对没有方向，没有地方待的，所以他就开了一家启智记忆训练中心。那从10个，现在收到快400个。哎，那这个公会长，我倒很好奇，你们服务的对象，比如说现在有300-400人嘛，那服务的对象主要的是？我们主要的都是在是心智障碍者的部分，那18岁以上的心智障碍者。18岁以上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启智刚才。很多人觉得启智记忆训练中心，怎么会好像没有名字这样子？那其实启智这个名字是我们创办人创立的。他说这个名字是因材施教，启发技能、智能，启发智能的意思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场有看到很多今天这个我们公安长带来的，也都是在这个记忆训练中心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作品，对不对？包括这个手工的面包，然后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小马是我们一个机缘跟远东集团合作的。是。那我觉得它象征性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马术治疗中心在我们中立，是专门在服务就是脑麻的孩子、自闭的孩子。对，因为听说马好像也可以帮助这些这些对象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马医生，对，马医生，而且真的很疗愈，而且马有那种勇往直前的感觉，叫大家往前冲。勇往直前，我就要聊到这个总监了哈，总监，这个逐梦五人啊，我看过他们的看过你们的演出，实在太棒了，而且你们结合的东西很多哈，就像刚刚在影片看到的不管是篮球啦，不管是跟现场乐团的合作，这成立多久了？这逐梦五人，我们正式立案，是2012年，2012年，刚好是世界末日那年。是，那年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累积那么长的时间，对，就是编舞啊、教学啊、创作，那慢慢的自己没有想过，都得有去赶来做作品。以前都是给人家请编舞了，教学，那慢慢想要自己做一些创作，是。就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一个立案一个团体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分享这个艺术和台港。那逐梦五人玛莎那名，来，哎呦，很强哦，真的很厉害。逐梦五人，我觉得跟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，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梦，不因为你的外在或内在的差别而有不同的地方。那你们2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合作的？因为我觉得，不过你们这样合作，我倒觉得不意外，因为总监谁都可以合作。我看过他跟乐团的表演，跟影片中非常非常丰富的表演。那我倒很特别，怎么会特别找上？其实缘分啊，是因为本来就像吃康纳做一样的公益演出，希望可以做一些公益的回馈，不然都希望找起码个社会企业，因为按斗的社福团体，每一个都需要被帮助，每一个都需要被照顾的。结果都加多在天发了，就是杜明君来个电话了，杨老师，我们来聊一下。你们本来就认识吗？一面之缘。哇，这就是缘分了。对，他好像也是突然看到我名片，是不是？还好你们都各自结婚。对，我们2个都是苗栗人，只是我住海边，他住山边。是，很巧，世界很小。然后他就给你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我刚好想到，那我刚好才在烦恼，然后请那个社会企业来合作，那就帮我解套了。
我觉得这都是刚刚好。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在你的生命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就是准备好要你做哪一些事情。可是那个契机到了就做吧，不要想太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而且看一下，等下再转来看两才合作，用白银合作开始有俩节外生枝的这个很棒很棒的作品出现。广告之后回来，不要走开。以将艺术的美好带给偏乡弱势孩子为出发点，逐梦5人策划了逐梦家福计划。2015年暑假，逐梦的脚步踏进了全国12个家福据点，与超过400位家福儿分享踢踏舞与爵士乐的美好。透过此艺术下乡的行动，逐梦5人成功地带给家福孩子们一个近距离、充满欢乐与互动的音乐飨宴，同时也为这些弱势的孩子带来更多逐梦的勇气与力量。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逐梦5人的老师跟大哥哥、大姐姐。在我们每次在电视上啊，或者是你去看大河之舞的时候，跟我们是有距离的。在这影片当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棒的踢踏舞就出现在你我这么近、这么贴近的身边？今天非常高兴，请到2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，我们欢迎逐梦5人的艺术总监总以。大家好 ，Hello， 很可爱。还有我们这个启智记忆训练中心的公关长杜明君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君。明君，好，刚刚我们聊了很多，才聊到你们2个这个认识的过程，就因为一通电话，一个心意。我们刚才跟着影片，我们要请这个总监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下乡，好特别哦。跟小朋友跟就是下乡跟民众情景，对，应该说跟家福中心的弱势孩子们是跟他们互动，相信很多人是第一次，这些孩子们基本上很难有机会，对，可以接触这样子的表演艺术。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？去年计划，去年的2015年，对。你们走遍了多少？12个全台湾12个家福中心的据点，然后就跟他们近距离接触，而且从就是直接就变成舞台了，真的。对，我们就直接表演给他们看，还教他们跳一堂人生第一堂踢踏舞课，这样真的好，他们非常感动，一定非常感动，因为。我想偏乡也好，或是弱势的孩童也好，他们根本就没有，可以说没有机会，对，这样子接触这么棒的艺术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年做完之后，总监那时候，你现在再看到这影片，你心里头的感觉怎么样？就知道应该要带他们进剧场，
是，张伟有今年按那个给法节外生枝的这个计划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回到明君身上了。明君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进入这个训练中心？其实这个机缘应该要感谢我儿子。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，我不是读社工背景的，我是在百货公司当公关的。是。那一个机缘是孩子没办法班没办法照顾得很好，就是我们要轮班，所以之后我就投身于社福机构。是。那社福机构进来以后，发现，哇，原来在桃园有这么多智能障碍的这个个案需要我们去关怀。后来我就被他们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太会收买人心了，他们帮我收买人心之后，我就蛮投入做这个公益的工作。所以你要特别谢谢你儿子。对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也必须要说，好像弥补了你心中你没有办法好好陪伴小孩的那一块缺憾，对不对？那当初你们俩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嘞，是本来就有计划吗？明君？其实。我是一个机缘一个巧事，因为其实我们做启智中心的公关是必须要找不同的资源去宣传，让人家认识我们启智中心。对，所以我上来就会想到，老师要办这个公益的活动，那我想说，可以来坐下来谈一谈，有可能有合作的机会，所以我就打了一通电话。然后老师非常慷慨就答应了。老师，我就邀请老师来我们的社会企业 BOSSK 来吃好吃的面包。你这招很好。对，结果老师超爱吃我们家的面包。是哦，这看起来就好好吃，我等一下好好吃一下。不过我也要问一下老师哦，就是说像明君，他的背景是我进入这个训练中心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小孩那边有缺憾，就是没有陪伴嘛。那老师会做公益。我觉得我相信你心中也有一块你很想要弥补的东西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你有想过吗？我当初比如讲，你细细的时节，你还讲特殊的时节，还讲你还人生的歌唱礼拜度有一张影响你动车。应该是讲我嘅学生嘅，因为我做线上教育踢踏舞已经19年了。19年呢？听说我读到有一位学生嘅係。来自于按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地位，我印象清楚的都系一只学生的佢，我做的看得出佢动有热情，或是动认真。不过好一段时间过后呢，来一拜冇来一拜，加抢噶，都会关心发生什么事情。你是生病吗？张迪皮肤卡发生的变故，很多原因。其实我碰过很多像。所以后来张迪懂得孩子，像育幼院的孩子，他们是失亲的，是没有父母的。然后像家福中心有些是父母已经没有工作能力的，等等，就觉得这些孩子没办法按你接触这样学习，实在很可惜。当大送嘛。那我甚至于想要让他免费来上课，结果他不好意思就不来了。是，很可惜。所以我觉得老师在讲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你也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，其实是一样的。老师把学生当成小孩，就像你治愈你的儿子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在一起的合作，才能够让这个爱能够整个发挥出去。那我们就回来讲节外生枝这一次我们集资的内容哦，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就是社福团体最重要是什么？要社会的企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没有特定的企业对象？其实没有，欢迎，希望大家都来共襄盛举。不错，哪张会想要吃困难群众募资，让大家来参与，来支持我们做这样的爱心，是，对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到。那个时间开始呢？那个时间，你讲，演出，应该讲，什么时候？我们的集资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？OK， 我们从现在这个月开始到下个月20几号，28号，还有1个月时间，还有一张年的时间哦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我也要问一下龚馆长，在你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个社会企业当中，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呢？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的社会企业。刚刚讲那个面包 BOSSK， 你知道那个面包怎么念 BOSSK， 这是什么？希腊文哦，我还想说是法文的 BOSSK。因为我们启智记忆训练中心其实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背景，是对。那其实我们里面工作人员1个老师6个学生都是我们启智中心的学生在这边工作。是。那2002年开始，
到现在10多年了，里面的员工比老师还要资深。哇，对，那是让人很感动的事情。是，对，所以吃到它的面包，这个面包是从20几位身心障碍者自己手做出来的面包。哎，这个不输这个是的世界级的师傅哦。因为我们中心希望我们的面包不是一般的面包，做一般的面包，我们希望说让别人吃到是有质感、有品质，而且我们的面包是欧式面包，比较健康的，是非常健康的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到这因为面包的香味一直扑鼻而来，我们可以困一嗨哈，等下到都转来蒙看我们的这个节外生枝演出的时间、地点，当然还要再挖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对于这个公益是这个计划，还有什么特别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？摸这块哦，等下转来。节外生枝，除了富有教育与传承的意义之外，还包含着努力奋斗、追求天赋自由的生命意涵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当地的一些弱势孩童与青少年，包含来自于在地育幼院、家扶中心、新住民的单亲弱势家庭等等这些孩子们，能够进到剧场来看演出。相信呢，会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生命启发。哇，刚才这个看到很特别哦，天宫落水踢踏舞，哎，好棒哦！而且我觉得没想到客家歌融入踢踏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，首创，太棒太棒！就是讲一下这个节外生枝这一次的这个募资的内容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是在台湾清泰一张募资平台叫做 FlyMV 上面来募资。那我们这是跟一些社福团体辅导的社会企业来合作。那我要特别介绍的是，来看我的左手边哇，这个我们的募资跟有很好吃的手工面包。刚刚很多人就以为这是假的，我现在要现场吃给大家看，对，这个公安长可以哦，来了，可以，这是现场的哦，公安长带来的，今天烤的。这欧式面包很厉害。这个面香像变美食节目，我觉得你知道我吃到了什么吗？我吃到的是不同的爱，那个感觉是非常不同的。难怪执行长不是，难怪总监这么爱吃。对啊，而且假的这个心智障碍的这些孩子们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反而很用心，就是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。有点没礼貌哦。还有呢？还有这个咖啡哦，咖啡是少量烘焙的。是亚洲的咖啡，要请明君来 sell 给他。明君来讲哈，它其实是少量烘焙。你看它上面有个封口，对，跟装袋，这是咖啡挂耳包，都是由我们中心的服务对象自己做的，都是他们亲自做的，对，而且在上面还有告诉你，冲泡的方法，是，非常专业，而且这样还蛮方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我刚刚看到这个勇往直前的马也是。对不对？然后这些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？还有Tiger 应该卡底的就是喜憨儿基金会。那我们跟他们合作一些他们的商品，包括那个台湾富里米，是很精致的富里米的包装。我知道富里米，现在富里米还有黑米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万丹大红豆，是，然后两个可以做成红豆米的
一个套装的礼盒，对，他们也有提供一些像他们的纪念的随身碟，还有纪念的票卡夹，这样跟我们的募资的一些项目来配合。是，那如果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还有没有更特别的呢？我们有开放，就是比较大的金额是可以跟企业还有团体来合作，我们可以到他们的地方来办讲座踢踏舞的讲座是，然后我们做现场示范的踢踏舞表演，甚至于做 workshop 是，让 Tiga 体验就是人生第一堂踢踏舞课，对不对？一定很赞，好棒哦！那这些在演出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也可以现场买到烘焙的这些东西，面包也好，或者是咖啡也好。对，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演出的场次，好不好？那这次演出的场次比较特别，因为有包含这个慈善公益场跟我们的对外售票场，对不对？那慈善公益场当然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嘛，慈善公益场什么时间呢？好，10月7号、8号在台北。然后10月15号在中立是艺术馆。对，那当然还有咯，如果你慈善公益场啊，你没有办法到，因为到时候就是很多的弱势的小朋友会去嘛，还有家庭，主要是他们。对，主要是他们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对外售票场，我爱弄动都会给乡亲朋友讲，一天可以看，真的当好看呐。来，讲一下我们的对外售票场次啊。那大家可以给我们最大的支持的就是来看我们演出。对，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搜寻节外生枝是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任何的演出讯息呢，现在我们在荧幕上也看到，对不对？那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，赶快把握机会，我们来就是看艺术之外，还可以做公益，这是一件让人家非常开心的事。当然啦，我要讲做艺术、做公益，总得有很多困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要问一下这个明君咯，你们现在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，其实我们成立40年哈，我这个职务是新的，是103年2月，终于启智他对外去做一个募款，对，因为之前完全是没有对外募款，所以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们，是，所以在这里几年的努力，我们希望大家呢，因为我们是在中立、杨梅跟巴德都有分区，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认识我，对，认识我们启智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去接近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对，去接近、去了解、去认识，甚至进而拥抱。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。可以先吃我们的面包，对，然后喝你的咖啡，是的，然后买这个可爱的小马。这是可爱的小马活动已经过了，已经过啊，没有。这是我的珍藏，对。那讲到艺术了，又要问一下总监了。我觉得走艺术真的也很辛苦，而且更何况你有这样的心。目前逐梦5人，我知道更多人知道你们的团体，知道你们的很多的作品，有没有目前碰到比较大的困难？台湾其实应该很多的表演团体都有一样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环境并不是那么友善。对。那我觉得很多层面啦，包括政府的文化政策等等。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，对，我们在努力才做这些讲座啊，做演出。因为这个艺术的感动，真的远胜过于很多在书上的东西。对。如果你可以来进剧场看到这些专业的表演者们想要传达的东西，对他们是一份支持，那也对这个环境啊，这个甚至于这艺术的永续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其实就是买一张票来看演出。对。不过我也很想知道，就是在台上表演者，任何人都一样，我自己也是表演者，就像我在这边，观众转开我们福气来了，我就会觉得很感动。然后你告诉我，那你们在演出当中啊，特别是像我们的总监，就下乡也好，或是看到很多弱势的小朋友好，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？他们很大，他们每个眼睛瞪得同龄大，那个你就会很感动。你就跳得更卖力，那么专心，他们从来没看过第一次。然后我们给他们这样子的欢乐啊，那就会我们觉得一切辛苦，我们怎么扛地板啊，怎么都很值得，怎么排练啊，都值得，对不对？明君，我也接下来我要问你的是说，就刚刚你讲的嘛，就是儿子的关系，因缘机会让你进入这个机构，那现在你心中得到补偿了吗？其实是补偿，其实讲这个补偿，其实我觉得讲一个我刚进来的跟他们相处的一个故事好了。其实我刚进来，我2月进来，那4月就是我的生日。是。那他们知道我生日，那我们面包店有卖蛋糕。对。可他们
他们却不是去用店里的蛋糕，他却去用他的零用钱，去85度 C 买一块蛋糕，然后给我 surprise。然后另外一个服务对象，他买一个10块钱的麦香红茶，他跟我说。姐姐，然后他们都叫我明君姐姐，很开心了。然后明姐姐，我就有10块钱，然后可以买这个送你。其实我当下就落泪，因为我觉得100%的回馈。对，其实是蛮感动。其实我们对他的好只是一点点，但是他永远记得你的好。对，而且是200%的回馈，是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什么话？因为我知道做社工真的很辛苦，相信给家人的时间也许也没那么多。有什么话要跟家人说？家人说，对着镜头。其实我真的要谢谢我老公啦，因为其实这段日子我都蛮忙的，跑上跑下。那其实我老公跟我儿子都蛮贴心的，对，所以很谢谢他们自己可以感谢老公后，还可以平常我不能跟着你们去露营的时候，你可以带着儿子开着 T4，然后到山上去玩，这样。但是很支持你做任何事情，没错。对，总监呢？我想你也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做艺术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了。有什么话要跟家人说？谢谢。就这样吗？你真也很答应呢，讲很简单，你心中一定有很多话想说。对我太太她蛮辛苦的。蛮感谢他，是可以支持我，就是做这种很难看得到实际马上可以看到成果的东西，对，因为艺术耕耘是要很长期的，对。那也还好，我2个儿子都还蛮喜欢的，很喜欢，他进剧场都非常的安静，专心看演出，即便才2岁而已，那就全场最小，我们担心他会不会很难控制？结果全场安静看到结束，太棒了！对，那也就遗传到你了。好了，我要好好的先预祝我们节外生枝这个募资计划能够顺利成功。我们也更希望很多的社福团体也好，或是艺术团体也好，大家互相的跨界结盟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来节目喽，先预祝你们从什么样？有喊这个热量，好不好？跳舞啊，好不好？走得了。好，我觉得很多的爱心公益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大家要支持哈，要先支持出会节外生枝。好嘞，摸这块，等下转来运通一下，我们待会见。